細估唔到我要返 M 記做兼職，其實唔係，我就參加咗香港麥當勞嘅50周年展，呢度帶大家穿梭時空，還原返香港第一間麥當勞同埋70年代嘅銅鑼灣街景，佢哋神還原返香港第一間麥當勞裏邊嘅裝修噶喎，由70年代嘅餐廳燈箱、卡位、飲管筒、食物嘅包裝、餐盤子、汽水機、舊式嘅電話，以及係當年香港麥當勞嘅員工制服，仲可以試穿俾大家影相打卡噶，唔可以唔讚呢個充滿香港特色嘅霓虹燈牌，唔少人都喺度停留影相噶，仲有呢棵樹同埋漢堡巴頓係咪好有回憶呢？呢度仲展示咗好多香港麥當勞當年嘅食品包裝，以及係歷年嚟出過嘅餐盤子嘅，全部都列晒年份，童年回憶翻晒嚟啊！同場仲有展示香港麥當勞員工嘅制服，嗱，呢件制服我當年做 M 記 part time 嘅時候都着過嘅。呢邊我哋會見到50個麥當勞 Fun Facts，例如講咗好耐嘅 A1 至 A12 茄汁，原來只係生產編號，並唔係甜酸度嚟嘅。麥當勞玩具相信大家都曾經擁有過嘅，呢度都展示咗香港麥當勞歷年嚟嘅玩具啊！場館裏邊仲有 AR 換制服嘅體驗，我哋仲會見到小飛飛、滑嘟嘟、漢堡神偷嘅動畫。呢度仲有個好震撼嘅地方，就係會見到20個麥當勞叔叔擺咗喺你面前。最後期間限定店啊，就有賣唔同嘅 T 恤、外套同埋一啲精品嘅。